在中场抓到反向很有标，带着这激光高高热热，打死两个没抓嘛，谁不谁拦住？现在两个人的三人主角在，主角在那跑，路在那跑，在卡车的人那站着路人在边摇。看出来的喊他都比较卡家的嘛拖的，有些东西刚好快比较他家给他扭的，搞得还没找得上，找来找到阳台，往在那边跑开，专门看着拉到么漂亮，他马上撵着看，不要背着面拿那个妈咪的是别比较保证家的这个，哎那个啥咱来表达那么那啥吧，我这干嘛错了？大家来看这比赛给摆定那一路来说，我这个家的莫家去个不够不干路家被过山的路，满场别三场内的有大家来路，错个对路不打来路，面拿的给钱的，找了地下都先这种钱个那贵。个比不都往前面走，把头，把人家也么好，哦，路谁那跑？怎么干的嘞？现在的人嘿，你们好个路谁吧？把人家也好不嘞，路谁那跑？怎么干的嘞？现在的人嘿，你们好个路谁吧？把人家也好不嘞，路谁那跑？来没开也是，你们听得呗？俺是跟着来着，哦，听得嘞。嘎巴拉达，谁能夸个抓？那个妹妹赶紧别跑跑，教你个教你苗的高的，高的我不要高的，你的爸爸那真当这个，你来个好嘛？你们是说不我那唱的他，放在那说了路越切不都是吃了，继续帮忙故事在路里，也是那路里，我过得多点苦腿呗，人那跑跑你们的人，咱们帅比不来比，这个都离了人的来你啦啦啦来的，哈哈。那把人看的手都不接，就接在路，高咱们干着点路，我看见在这里嘿，路上的路那么好的路对吧？把人家那么好不人路谁那过？高咱们干着点路，我看见在这里嘿，路上的路那么好的路对吧？把人家那么好不人路谁那过？张个路只要叫那上飘飘的，地面路上搞到足够好差的，走哪里朝那马路但嘛是有了上那撒下的嘎巴拖下去，这个包里走到上腰再给多少找到那个路上呀，就那撒看那肉有那啥。我们新加坡的潮州料理上标，大马不穿那的风的路线要非常大。突然转面到了母语美丽大口拉，酒家变来就是 A 楼下拍下啤酒家迷你吊个手，爸妈不家不面就大下，都说俺啥都讲，干的话不是你的手呀，你这那让俺的路条外拼个标吧，那这边那让马不都拼个上铺的都包大，还有那的手，哎，对的就来过那把都叫呀，把屁股贴个地步在这里，在这嘿。欢迎来到不给路谁啊跑，把屁股贴个地步在这里，现在的这嘿，你让我们好的路谁嘛？欢迎来到不给路谁啊跑，你也我啥到 MK 嘛我的，也没走高咱们走的，City 嘛个 ready 没被 A 嘛切啥的就这，让我别别多了哟，别来那个地方，别的路来个单单的，路上的边边穿了不路沿翻墙，溜个高色的风的那个沿沿上。对于每个礼拜不唱，我们三到三之间都要三张路标的，我那么看人家一在那来的巧的，对个别的一在那真的把路个巧呢，有的来家地方在过谁来把这找呢？我的路上没那对路木嘞，这都也不呢，三个有嘛路的，这么是过年嘛变，老李呀嘛三天没过谁的手的，那个不路来干，我们过一步，咱们干的点嘞，三天在这点嘿，路的路那么好的路嘞嘛，还来好不？雷路谁呀？我刚咱们看见这雷，那天看见这黑，